Part A 加 Part B 其實係一把穿窿啫。各位街坊大家好，上一集教大家申請咗紅藍卡最基本嘅 Part A 住院同 Part B 睇醫生，大家係咪覺得搞掂晒啦？以後睇醫生唔使錢？錯晒！如果你只係揸住 Part A 同 Part B， 你就好似擔住把穿窿嘅遮，遮唔晒㗎。因為原始紅藍卡 Part A 同 Part B 其實有3個最大嘅漏洞。第一，佢通常只包80%，你自己要俾20%嘅費用，而且係無上限嘅。第二，佢完全唔包處方藥，即係去藥房攞藥要自費。第三，佢唔包洗牙、配眼鏡、助聽器呢啲老人家最需要嘅服務。Part D， 藥費唔好慳，遲買又有罰款。首先講 Part D，D for drugs， 即係藥物計劃。記住，紅藍卡 A 同 B 係唔包你去藥房、CVS、Walgreens、華人藥房攞嘅藥丸嘅。藥評與罰單 Image B 強調 Part D 必須購買，否則有罰款。同 Part B 一樣， Part D 都係有罰款機制㗎。如果你65歲嗰陣覺得自己身體好，我都唔食藥嘅，慳返啲保費先，結果遲啲你真的需要食血壓藥、糖尿藥先去買，政府就會罰你，個罰款又係跟你一世嘅。所以就算你現在一粒藥都唔食，我都建議你買個最平嘅 Part D 計劃看門口，費事將來後悔。人生交叉點，兩條路點樣揀？Supplement vs Advantage， 搞掂咗藥，咁嗰20%嘅醫療費缺口點算呢？呢度你就來到人生交叉點啦。你有2條路可以揀。第一條路，土豪套餐 Original Medicare 加 Medigap， 你可以另外俾錢買一份輔助保險 Supplement， 幫你俾嗰20%。優點，全美國通用，只要收紅藍卡嘅醫生都睇得，唔使轉介 Referral， 自由度最高。缺點，貴，每個月保費幾百蚊，而且通常都係唔包牙科同眼科。第二條路，經濟實惠套餐 Part C Medicare Advantage， 呢個就係我哋俗稱嘅紅藍卡優勢計劃 Part C。佢就好似一個漢堡包套餐，保險公司將 A、B、D 藥全部包埋一齊，變成一張卡俾你。喺紐約，絕大部分街坊都係揀呢條路。點解？因為好多 Part C 計劃係0元月費，只要你交 Part B 錢就得。而且佢哋通常會送好多額外福利，例如 OTC 卡，貴卡俾錢你去超市買米、買維他命；牙科、眼科、助聽器津貼。免費健身室會籍 Silver Sneakers， 甚至有啲包埋接送睇醫生。Part C 的代價，網絡限制。聽到呢度，你一定會心諗，針無兩頭利，究竟有咩代價呢？當然有。Part C 最主要嘅代價就係網絡 network 嘅限制。大部分0元月費嘅計劃都係 HMO， 即係話你睇專科醫生通常要先攞家庭醫生嘅轉介信 referral， 而且一定要睇佢哋網絡裏面嘅醫生。如果你中意周圍飛去唔同州睇醫生，或者你個名醫唔收保險，咁 Part C 就未必啱你。所以揀 Part C 嗰陣，一定要問清楚，我個家庭醫生收唔收呢個計劃？呢個最緊要。總括嚟講
Part D 若一定要處理，唔好等，費事罰錢。如果你住喺紐約，想慳錢又想要多啲福利，好似 OTC 卡、洗牙、Part C 優惠計劃，通常係首選。如果你成日周圍去旅行，或者財政好充裕，想要睇醫生絕對自由，咁就可以考慮輔助保險 Supplement。紅藍卡嘅世界真係好複雜，每年啲福利又會變，特別係2026年。建議大家一定要揾個持牌嘅專業經紀幫手分析下。好啦，關於紅藍卡嘅基本攻略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呢個系列幫到手，記得留言多謝或者分享俾你嘅親戚朋友，等佢哋唔好行冤枉路，同你一齊喺紐約精明生活。記得訂閱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